像一个美的展览，摆满桌，颇有阵仗。这个叫做贡花，贡花，他们说拱花就是这个。然后这个是一对新娘吊灯，然后他会在新娘吊灯上面做残花去搭摆饰，然后这个意思就是添丁的意思。每一件都有隐约的暗示。这些昔日客家女子自备的嫁妆，最要证明自己的巧手娴熟。用丝线一片片、一个个图案慢慢缠入对婚姻的期待。你嫁过去，把这一组嫁妆带过去，它摆放在厅堂，然后给宾客说：“哎，我这个新娘子的手有非常的巧。”然后她自然在公婆那边就得到一种敬重。但现代谁还注重这些呢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啊，看起来很简单，它其实也要做个2-3天，对不对？它要很细的工，它就是细工，这种东西就是细工，慢工出优势，慢工出细活，对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奶做的烘毛，我可以学吗？懂人做的，懂人做的，试试看。丝线在铁丝上层层缠绕，发簪、胸针、摆饰，在一个大男人手中缠出美丽的作品。那一朵花基本上它如果6个花瓣的话，我可能只要画一个花瓣，一个图形，然后去做成6片去组合，然后去调它的形状。面临失传的客家缠花技艺又回到了厅堂。曾国藩因为做硕士论文研究，从耆老手中留住经典，成了缠花传承者。根据曾国藩的论文研究，这些缠花嫁妆过去只有桃竹苗大户人家小姐为了展现自己的手艺，获得夫家的疼惜，所以尽其一生他们学习展现，但现在已经失传了。所以呢，他透过教学，希望让这门传统技艺在新时代展现新风华。捱做的好木，懂人做的；捱做的好木，懂人做的。